万块钱，然后到我在那个领到10万块钱。但是那个时候为这个奖慰会奉献的额度不够，所以每一年只有规定的一个额度。如果你在这个额度之外的，那对不起，那只好等明年的额度。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些牧师退休之后过世了，牧师俩还没有领到那个奖慰会的牧师的退休的那个奖慰金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刚好发生这个事件。也引起教会很大的反省，我们对待我们的牧师竟然是如此，所以在1992年就正式通过了现在所施行的叫做传教士在职暨退休的福利委员会。这个福利的条例啊，要教会另外再拨1个月出来，啊，那牧师也不能再领那个离职金了，所以把2个月交到总会里面去，然后为这些已经退休的、还没有退休的，做比较完整的、有系统的一个照顾。所以，但是呢，那一天在开完会的时候，我们这些研议小组的成员出来就被骂，也被一些牧师骂，但是也被一些长老骂。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因为这些牧师说哦，原来我第15个月哦放在我的口袋里面，我可以很温暖，对不对？现在你总会就把这个月怎么样剥夺掉了。但是在研议的时候，我们说，那第15个月离职金哦，如果像我们迦南教会的话，我们是每一个年度给呢，还是等这个牧师从我们教会离开的时候给？如果你们要选的时候，是每一年给还是离开的时候给？绝大部分的教会都是每一年给。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免得累积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啊，哇，一大笔的钱，那个要支付的时候怎么样，就觉得很痛苦啊。好，也给别人说牧师离开的时候领那么多的钱，所以在这个当中，很多的教会几乎是每一年把那个月牧师的离职金就都给了。但是新的制度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牧师不可以再领那个月。因为那个是你离开你的牧职，离开你的工作，不是那个教会的工作，是离开总会属下的这些工作，你才可以领到那个离职金，不是吗？而且也是一个退休的准备金，但是还不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有200-300个已经退休的牧师，那怎么办？有照顾到在职的，但是已经退休的啊，你这个与我们无关吗？不行。所以我们就多了1个月，啊，对这个1个月，叫教会要相对的再增加1个月的提拨，来照顾那些已经退休的，像曾秀凤牧师那样的人。所以这个那个议案一通过的时候，有一部分的长老非常的不高兴，看到我们这些曾经发言的人出来就指着我们骂，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教会要增加1个月的负担。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在这个当中有拉扯，所以在那个当中有1年的时间作为一个说明宣导，到1993才开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陈道雄牧师当议长吗？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事件是对一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传道人的一个人事稳定跟更新，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一个年代。在这几年当中，很多的牧师也因为这样得到很大的帮助。在今年得到更大的帮助，是因为总会传福会向保险公司争取到癌症的保险，很多的保险类种，但是没有增加太多的费用。所以今年保险公司告诉我们说：“委员会诸公们，对不起，因为你们申请的理赔的案子啊，超过我们的想象，你们的额度已经超过你们的保险费2倍，因为我们每一年今年交780万左右，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1700万。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癌种那个种类增加之后，很多人都可以申请，特别是癌症、手术、
后续的照顾。所以在这个当中，癌症的这个牧师啊，罹癌的牧师啊，还相当不少，相当不少。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哇，这个要考神学院。有很多人说：啊，你怎么敢考神学院啊？怎么敢当传道人啊？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当然啦，辛苦各有不同，但是有很多的事证当中，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道路上，就如同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样式。虽然跟以色列百姓不同，但是这些传道人面对很多的困境。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很有强烈的那种呼召，那种对回应的那种信心，我相信很困难的。当然在传道人当中，有一部分的少部分的人是真的是不怎么适任，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当中我没有办法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有很多人就中途离开了，很多中途离开了。所以目前在我们总会里面有200多间的教会是没有牧者的，但是也有200多个牧者是当流浪牧师的。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素，有些是教会的因素，有些是牧者的因素。但在讲到教会的因素的时候，就像一个环境里面，在这个百姓的当中那个反应一样。有很多的教会在当初在聘牧的时候都写着说，我们的牧师我们需要年龄是从几岁到几岁，你们知道吗？要几岁以下？50岁以下，50岁以下。所以在这个50岁以上的就会朝不保夕，不是吗？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很多教会也要这个牧师要他有足够的经验成熟，所以要几岁以上？不可能50岁以上因为50岁是上限了嘛大概是35岁，最好是40岁40岁到50岁只有几年？只有10年的光阴。所以事实上可能吗？所以有一次那个案子通过之后，王英士牧师我们都认识嘛，对不对？我就很清楚的记得他在会场通过的时候，马上举起手起来，告诉大家说：我今年70岁，我今年70岁，那我在70岁之后，我就不能担任牧师了。我还很健康，我还很能够做事，为什么我70岁就已经强迫退休？真的，当一个传道人是一辈子的呼召，不是几岁到几岁，往往是他的年纪越大的时候，他的经验、他的理解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反而怎么样？更密切。在佛教当中，所谓的高僧有什么高？年纪要怎么样？要高了，所以要德高望重。德高望重的人，常常也同时加上一个什么高？年纪高。所以那个高僧是越年纪越大的时候越能够得到怎么样？众信徒的尊崇但在我们的教会，好像年纪越大就越没有用。所以在这个当中我看到陈道雄牧师在我们当中其实我非常敬佩他。因为在很多的事工上，他的服事上，真的是让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成为我们的典范。所以在这个当中，今天传福会要我来报告的时候，也再一次呼吁大家，能够为这些退休的传教师，特别是为退休的传教师跟在职的传教师，能够贡献出我们一点心力，让这些牧者能够无后顾之忧，他就能够在事工上能够全力的冲刺。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来，在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2个角色，这些年长者的角色是一个传递的一个角色。这个传的角色的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老人家们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几岁才得子？几岁？99岁啊，对不对
他才得了一个儿子嘞。好，所以呢，当上帝的使者来到他当中的时候，告诉他说：“你明年要有个儿子。”他说：“有啊，我有一个啦，我的仆人生的，我呢让他领养过来，过继给我的，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后来以实玛利也不是你的，所以告诉他要生一个真正自己的儿子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连他的太太撒来都在门框边怎么样，在那边偷笑，笑什么？让我们年纪这么大了，年纪这么老了，还能够做事吗？但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在我后面是什么？没有难成的事，在我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年纪大、年纪轻，那个不是重点，在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第一个主角就是摩西。这个摩西年纪大的时候，他有闲着没事干吗？那战争的时候都约书亚去战争啊。但是这个年纪大的人做什么事？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约书亚跟亚玛力人战争的时候，他跟两个老人家，一个叫亚伦，比他年纪还大，还有一个是谁？耶户尼。三个人就到了那个山上，做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摩西的手举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就得胜。当他这样举高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举5分钟之后一定也会酸了。所以软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就败。你会说怎么那么神？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举手跟手放下来，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刚才所有人祷告的时候，头都怎么样？都低着头，低着头。但是这个是从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那个罪人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他说那个人连昂首看天都怎么样？都不敢，所以低头祷告说：“主啊，我是罪人，求你赦免我。”所以我们去学习耶稣的教训，说：“主啊，我是罪人，求你赦免我。”但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祷告的方式是双手举目向天，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也不必闭眼睛的，就这样向上呼求，向天呼求，向上帝呼求。所以他举手的时候，代表怎么样？他跟上帝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当跟上帝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百姓就跟着怎么样？跟上帝连结在一起，所以他们就能够战胜那些敌人。所以你看，这个摩西年纪大的时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是要从他的服事的过程里面，成为非常重要的典范，非常重要的典范。另外一个是他在日常的生活的那个典范当中怎么样？最核心的典范是怎么样？他与主连结在一起，他是一个祷告的长者，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来成为这些子孙的祝福。他祷告的时候跟上帝连结的时候，那个典范就成为这些百姓的祝福。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长者在我们当中，从家有一老胜过什么一宝。所以在这个当中，教会也一样，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如果这些长者不只是这些传道人我们这些长者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当长者，对不对？但是你要当长者，你要记得，我们不是翘着二郎腿，然后敛着胡须，说我这样是享福的。这个台湾话讲啥？翘脚练喙鬚啦，这个是好命的象征吗？但是从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这些老人家，我们的老人家，我们将来要成为别人老人家，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一个只为享福，用高龄享福这样成为我们的指标。我们更要成为像摩西一样，在年轻的时候
奋勇为主而战，年纪老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典范，成为我们的后代的典范。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成为我们可以很重要的学习的一个目标，也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好好的去跟随这些长者的脚步。另外一个，我们说这些继承的人要有什么样的态度？要有什么态度？所以我们在看到有一个长者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愿景，或这个长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但是我们要学习约书亚一样。约书亚跟随摩西的时候，摩西跟他说一，他就是很认真的去执行那个任务。我们在加底斯旷野的时候，耶稣派了12个探子，到了那个迦南地里面去探看实况。回来的时候，迦勒跟约书亚跟所有的百姓说：“哇，那个地很好。”那10个人也都同声的附和，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扛着什么回来啊？当地的出产品啊，葡萄。你知道我们知道说，葡萄有那么大串的吗？还要用那个扛回来的吗？我们可能都想象我们台湾的葡萄，我们的台湾葡萄是用那个架子弄起来，然后一串一串怎么样剪下来。但是在以色列他们种葡萄不是这样的啦，他们是种下去之后有一个柱子提到啊，它就钉上去，然后就沿着那个上来。收成的时候怎么样？是从那个分叉的地方怎么样把它剪下来，所以整串整颗就把它剪下来，明年再重新再长出新的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哇，生产很丰富，那个整棵的那个葡萄树啊，就可以怎么样用扛的扛回来，证明上帝的应许是真。但是10个人有10个探子回来的时候跟百姓说，虽然如此，但是那个地方的人长得非常的怎么样高大。亚纳族人在圣经里面讲到亚纳族人的时候，都是用巨人来形容，所以在这个当中，这些人说：“哎呀，我们看起来我们就像什么蚱蜢一样，像蝗虫一样，就被抓来就一戳就死掉了。他们像什么？他们像是那个要摧毁我们那些人。所以他说：我们看起来像蝗虫，在他们的眼中也一样。你怎么知道他们眼中是什么？所以就消了自己的志气，然后在这个当中他们的志气消失之后，就说算了吧，我们回去埃及，在埃及最起码还有饭可以吃，但是我们进去就必死无疑。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跟迦勒独排众议，告诉他们说，上帝如果喜悦我们，我们上去，他一定把那个地赐给我们为业。各位弟兄姐妹，当有一个典范在那个地方，我们愿意跟随这样的一个脚步的时候，学习面对上帝，学习如何与上帝连结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约书亚一样。所以有人在说啊，这个牧师怎么样，这个牧师怎么样，但是你记得，这些牧师都是从教会来的，都是从教会推荐来的。昨天我听到一个牧师还跟我埋怨说，你知道吗？现在要推荐到那个神学院去读书多辛苦啊！因为那个小会议长还要陪着那个要去中委会要被推荐之前的那个座谈那个牧师现在要陪着那个考试的学生要去参加那个会，还要被问话，真的那么麻烦呢？事实上，真的是越来越严格。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一个真正适用的、真正合适的上帝的工人。
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操练一个我们的青年，成为现代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条件越来越苛，条件越来越复杂。在这个当中，我们所要学习的也越来越多元。那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培青少年，成为将来上帝的仆人。如果到将来成为我们教会的中间，其实传递者跟继承者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纪念主日的时候，特别是在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重新得到勉励，也呼吁恳请各位一起同心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来不断的努力，也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列工作，让我们的教会也因为这样而能够有更健全的发展。愿上帝祝福各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到启示。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长者能够成为现代青少年的模范，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一辈，能够谦虚谦卑的来跟随长者的典范的脚步，向前不断的迈进。但是在我们两者当中，我们都知道，唯有定睛在你，唯有紧紧的跟随你的脚步，我们才能成为你悦纳的一个仆人，成为你悦纳的儿女。我们再一次将迦南教会献上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直到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